秀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今仔日今日主题吼，要来讲吼，咱一世人你捌做过，互你后悔的代志。哦，哇，3分钟无够呢，无够无够啦！我一个人讲应该得爱3点钟啊。袂使，你讲一项得一项。我人生上后悔的代志吼，爸爸无准算哦，选唔着爸爸。迄无，迄是伊选的，毋是我选。我上后悔的代志是伤早生2个啦。哦，先感觉先少年，毋是伤少年，是讲吼生第2个伤早啦。先早，先生较好无啦，足啊。忝的，足恐怖的。讲先忝但是伊这无嘛接死的，对啊。有工课通做，就好好啊做。安尼，你就唔知影什么时阵会较无工课好做。所以恁翁咧甲你借的时阵，你嘛是安尼想，有工课好做，都无怪安尼，哦，一直生。我上后悔就是甲你讲我后悔的代志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大家都有听到。好啦，安尼今仔大家来好好啊讨论一下这个后悔的代志。哎呦，好，马上来邀请咱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孙哥。欢迎。是俗语咧讲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无常妄假句。嘿，这个人心不足啊，迄只蛇要去吞迄只象啊，做袂到因会咧做。嘿啊。哦，啊，世事无常妄假句，迄只蠓真厉害，迄句哦，规身躯拢是定壳，对。伊位目睭遐甲定落去，哎呀，因为迄个蠓来，迄句来揪转去，是。啊，无来加着了，位目睭开始烂甲规身躯。啊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就是讲哦，所有的选手，你莫哦贪心不足，因为你想要讲足济笑点，但是你佫讲袂完，讲到哩哩啦啦，变到靠分数。哎，啊有道理哦。对，啊，世事无常，你感觉你讲你一定会过关，但是歹势，就是这个要送互你。啊，这个车仔就来啊。对，大家加油！哦，嘿，加油！好，第二位是咱好评。好，有工课爱顶上吼，有舞台嘛爱去，要毋过有一个舞台是真正足珍贵的，就是讲无笑声的舞台一定爱去。吼，无笑点的时候，你也知影讲家己上惨是啥物情形，你才袂讲吓惊讲啊，但是讲无人笑要安怎，你已经去过上界惨的所在啊。要毋过这款惨的舞台，请尽量唔通伫节目顶头，你会去让人倒台，歹势。去保卫惨就好，莫直接惨。过来，咱第三位这个明星足厉害，为法国来的，为法国来，但是伊台语呢，哦，比真济台湾人讲了也搁较好。嘿，这位要派3太子来传导，做来欢迎一粒米。哎呦，哪来哪引导？你看，哎呦，哎，大家好。Bonjour， Bonsoir， Bonjour， 啊，公bon pipang，对啦，但是你敢知影，恁若是啊会晓讲台语，都会晓讲法语啊。哦。所以今仔日要教大家四个法语，歹势，好不？好。法语的迄个档啊顶悬的迄个一块布啊，叫做 rideau， 毋是沙巴鱼刀啊，啊，毋是沙巴鱼刀，沙巴鱼刀。啊，搁迄个船啊，迄个大海人咧坐的船啊。船，敢知影船法语的要安怎讲？安怎讲？巴多。第三句咧，法语的迄个伊无伫厝，伊无伫咧，伊无伫厝啊。无人伫咧厝诶。伊咧巴啦，伊咧巴啦，伊去拍啦，当然无伫厝啊，伊咧巴啦。啊，最后一句，第四句。无好歌啊，迄个人无好歌，哦，真歹，无缘投啦，无好看，无好看。伊咧拍某，系啊，拍某的查某人都无好歌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系啊，所以你看，你若会晓讲台语，都会晓讲法语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立米。哇！哎，真牛呢，真牛呢。跟要讲生球啊呢。是讲吼，你当初是哪想讲要为法国嫁来台湾？来传播啦！啊，好，来台湾传播。讲到互你捌，喙就好八角啦。哎呦，你若是有5点钟的时间，我即摆甲你讲。哦，安尼故事相同。是。啊，熟悉阮水某了，为着爱，对台北搬去下港啊。即摆住伫高雄啊。所以我搬高雄的时阵，是一句中文拢袂晓讲啊，完全袂晓讲国语台语啊。啊，到落尾拢。拄开始讲甲臭年代啊，啥讲死毋对啦，啊到落尾拢
愈来愈好啦。咱台语都是爱甲接讲，有够厉害，爱甲讲啊。伊偌爱台语，你知无？安娜，伊爱甲出一本册介绍台语，毋是干那一本尔，有5本哦。 5本歹势。哎，拍破啊，拍破啊，拍破啊！哇，碰到比台湾人搁较爱台湾这片土地，你看哦，真的。我有发现哦，我有发觉到啊，台湾的少年啊，足这少年是袂晓讲家己的母语啦。对对，安尼落去啊，咱台湾的母语拢去母去啊，母语都无啊。哦我常常讲，母语都是咱文化的一个根。你若是甲这个根放起来啊，哎呦，开个树啊，开樟树啊，就会倒去啊。就我讲到我规身躯起鸡母皮啦，哎呦，所以啊，爱加油，真正爱加油啦。有够赞的啦！为着要感谢你，我叫和平甲你抱一个。是不是？这刚有道理，这有一个原因吗？就奇怪。好，欢迎你来，这谢边感谢。哎，掌声鼓励，一粒米。哦，一粒米，就搞的就搞，米，一粒米啊。好，安尼咱今日主题要来甲刷落去，搭落去，喊落去，挽袂起来啊！这什么意思啦？这就敢若人生的蒙阿波共款。哈，这样你的鼻凶哦。第二季每一集有7个选手，7个选手根据主题来发挥甲表演了后，请3个评审市顶，若得到3粒可爱，恭喜晋级去过关区；2粒也是1粒的，就爱去等待区咯。啊，若无半粒的，就是3支车仔的，就倒台退场。每一集要选4个过关晋级的选手，啊，等待区的选手嘛莫失志哦，都有互评审救回来的机会啦。第一位选手哦是咱的艺人，伊是一个歌手。我甲你讲，伊的腔口是故乡吹来的海风。啊欢迎咱的单水义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水义。哦，啊，歹势，我迄歌手啦，迄个暗暉做习惯哦，迄个习惯改袂掉。啊，我先自我介绍者啦。虽然讲今时间有限，哦，才3分钟，但是哦，我头一个来，嘛有可能最后一个来啊，所以要介绍清楚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水义，我是鹿港人啊，所以咧讲话吼，甲恁无相同，无相同，你听有啦吼，无相共啦。吼啊，所以啊，等下吼，我来一半句话恁来听无吼，啊，大家再小多包涵啦，吼。啊，你若讲到婚姻哦，有人讲啊，若结婚就是行入迄个爱情人生的墓仔埔嘛，吼啊来讲到这代志吼，甲阮某熟悉时吼，阮某吼因兜住伫这公园边啦，啊，这个公园哦，以早是咧台猪的，所以吼，后来改建做公园以后，伊有采一个足大地王牌，悬顶刻3个字，写受婚比。受婚比，哦，为着要顶电啊，所以吼，我迄阵吼，从我咧热恋吼，从我咧偷来暗去做三开，无啦，搁做三开，你迄个啦，我讲做三开，迄是后壁的代志啦。哦，对对。正一开始无安尼啦，哦，所以迄一开始吼，两个咧谈情说爱咧热恋的时阵啊，拢伫因咧公园边，啊，两个人吼，伫遐来谈来谈去，我谈做伙吼，点啊甜言蜜语啦，啊，逐个你个想我迄画面的。活过来甜的蜜语，我爱你；活过去，安尼还会受婚比啦。所以啊，有一条我大家拢捌听过嘛，吼，来我问法，大家拢会知，叫做墓仔埔。啊，夜家去，对。啊，当作是哦，我嘛毋知到底是啥物人互我勇气啦，应该是迄个娘情如何我勇气吧。因为迄阵吼，我22个，我身躯吼，身躯总共的现金价格无到10000啦，这个婚我嘛甲结落去咧。但是吼，我这人做巴结的咯，我拿迄个钉呢，哇，双手钉呢，喙齿棍加落去，双手钉呢，喙齿棍甲加落去，我为着新婚，我换那个办迄个北海道3天2眠，啊，莫怀疑，唔相信对无？两个人3天2眠北海道，哪有可能完成？我甲你讲，金山万里淡水，北部海花的道路，搁在北海道。3天甲处理起来，所以吼，较后悔吼，应该是阮某啦，毋是我啦。但是已经主题就是啊，人生吼，后悔代志足多，讲袂完啦。今日先甲大家分享到这，感谢大家，我是陈水义。
你北海话讲到北海道里是？北海道啦，北海道，北部沿海道路嘛。哎北海道。是。今摆看老师有要互你过无？哦。你10000块，恁某就缀你去啊。有10000块。我可无啦。是啦，这是我电讲一抽届。时啦。哎，唔对，阮收20万。哎，所以阮足严格。有20万哦。哎，冠军20万。我唔知呢。哎对。真正爱反悔了，这真正质量上的好代志。要没有会啊早，咱来看冰信无你过关无？来，冰信请起顶。两个车啊，一个裤啊，啊！这嘛是真正足尴孙哥甲尬的。和平竟然互随意车啊！其实伊真稳，吼，规个开口拢真稳。就算讲阮伫咧笑啊，阮伫咧拍长个节奏，伊拢无乱去哦。是。也毋过头前哦，伊讲啊3分钟伤短啊啦吼，所以讲我甲较紧来讲者，你用30秒来甲自我介绍，然后你个物件短短安尼，所以讲其实你的物件是淡薄仔少。是什么做物件短短？你的讲的物件短短，不是短的迄物件。我后壁佫1趴无讲出来呢。你1趴无讲。时间无够，我佫你就是30秒自我介绍先我后壁佫1趴长足大趴的。该长的唔长，你是咧？因为大家拢熟悉你啊，所以讲你30秒其实拢无需要啦吼。你直接来讲啊，人生的帮仔煲是啥物款的物件？所以讲只有这个所在啦吼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讲卡本淡薄仔短，小可可惜，歹势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OK， 简单2句。嘿，我感觉就是讲，你无甲时间掌握得真好，你歌绝对唱得真好听，你饭包绝对做甲足好食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并无办法即个练喙花，迄个精神拢练出来。因为你头1分钟，我感觉你已经赢一半。但是你后壁呢，草草了事啊，凊彩好好的。哎呦，我感觉安尼唔对。我互你迄句呢，头来暗时做3句哦，笑一个砸掉。因为迄个是精华。咱台语有啥物拢无讲，但啥物拢讲出来啊。吼，啊，你讲呢？去北海道3暝2日安尼解决，我嘛听得足欢喜。因为迄条路足长的，咱台湾上长的路，就是为万里到8里，哇，总共10008里，迄条路看有长无？我感觉咱两个感情，过去甲即摆感情，肯定算讲上正的一部分啊。麻烦你等伊甲参个咸的，好不好？时间的掌握。对。啊，好，今仔无要紧，虽然一个考啊，但是你会使去阮的等待区等待。好。哎呀，等待好消息啦！好，谢谢欢迎，谢谢。好，过来后一位选手哦，伊是伫咧泰国大汉，啊，转来台湾读册，过去马来西亚，即马转来台湾练喙花。哎呦，阿娘喂，选手祈求过关通换命，竟然是因为水某的煮菜招歹食。要甲一个查甫人顾好，一定爱顾好伊的胃。哎呦，这点阮某吼是做啊足好的哦。毋过伊的顾是顾人缘的顾，伊买菜真认真，煮食真认真，煮出来料理嘛认真的歹食。另外一句话要甲同事讲，拜托爱我过关，无这时间我回去哦，我某要煮食。谢谢大家。过来后一位选手哦，伊是伫咧泰国大汉，啊，转来台湾读册，过去马来西亚，即马转来台湾练喙花。哎呦，咱的碧罗太太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蔚蓝美酒，住伫秘鲁，嘛真爱啉秘鲁的秘鲁太太。我的台语无介好哦，等下就互大家见笑啊哦。我大学转来台湾读册时阵，别人拢问我，你是倒位人？因为我捌住伫泰国，我就讲。我泰国人啦，我今仔日来遮练喙花，若是我讲了无好，啊嘛无要紧啦，就恁互恁大家开一个哦。哈哈，较早人讲，大胆是蒙仔埔也敢去，对我来讲，我人生的蒙仔埔就是这个婚姻啦。行过婚姻的人，我就要讲一句话：莫过来，回来啊，紧走！结婚之前，阮翁。爸甲我讲过一个话，伊讲水某的，我一定会互你幸福。结果即摆即句话变笑话，
我的生活就是大家在休，囡仔在好，啊，阮翁咧，翁咧，你看，搁找无人啊啦，伊搁跍伫便所放屎结空呆啦。有人问我，这个婚姻敢有结搭无？我就讲结搭，结搭甲我逐工拢咧怀疑我有结搭无啦。结婚上后悔，搁对心肝的，就是我哪会无拣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呢？因为无爸无母，我就袂徛伫遮挨爸靠母啊啦。我人生的梦仔步就是结婚迄天，来参加我婚礼的人哦，哈，一定吼是来甲我念香的啦。哎呀，我甲即马已经10年还袂头当我是秘鲁太太啦。嘿嘿，秘鲁太太，咱来看咱评审，如果你过关无来评审，有请。哦，两个壳啊哦，诶，好评。我感觉讲，因为你的台语，你家己讲你家己袂认得嘛吼，啊，要毋过你这卡本其实真大部分拢是甲语言有关系的笑点，所以讲对你来讲是较无这。甲语言晓。嘿，语言。甲语言。啊，所以讲你这部分就会感觉讲，啊，你若是因为你的笑点拢是这个方向，啊，你無講好勢，其實我要了解理解你的笑點，其實就有困難。啊，這部分我會感覺講，其實你規個人的態度、規個人的開口攏真好，要毋過佇卡本的部分應該加強是較故事的部分，毋是佇個語言的部分，安尼。加油！我互你一個可愛的原因，就是我感覺你若閣小可訓練一下，你是有迄個競爭力的。哦，你甲別人會使比拼的，啊，親像迄個呢，你好好唱歌就好，嘿。好，啊，我是要甲你講，我頭先為咗你來看到你，感覺講，你是一個可造之才。哎呦，多謝。訓練好，後壁有會當甲人比拼的 ，OK？ 哎呦，這個有機會哦。嘿，有機會。你有選的迄個題目啊，都是結婚啊。其實我就感受啦，因為我家己結婚10年啊，我知影結婚真情，目睭會變烏金，哈。但是我感覺冇小點啊，伊拄仔講的迄個故事，我感覺袂歹啊。袂歹。好啦，這我的意見啦，係啊。有啦，好啦，加油啊！繼續勉活落去啊！係啊，希望你會使等到，真感謝，會使等到好消息。好，多謝。好，再來為大家邀請後一位選手，這位選手呢，會使講咱全演藝界走表上界緊的男性，做伙來歡迎伊斯丹。大家好，我是伊斯丹。我自細漢到大漢哦，攏是練體育的。我真正走足緊的哦。我參加過全國國際性的比賽哦，攏捌得過獎。到一屆啦，阮朋友甲我介紹講去一個節目錄影，伊講你若錄一集哦，有800塊。我想講一工錄3集有2000塊，安尼袂歹啊。比我做選手哦，一工領幾啊百塊營養金，好太濟啊。我就決定放棄體育，專心去錄影。結果想袂到，我走的速度已經真緊啊！這節目收起速度更加緊，我領無3000塊啦，這節目就收起來啊！叫我朋友講啊，無要緊，無安尼啦，我介紹你來去唱片公司，聽講哦，遐要做一個查甫的團體。我想講，哎呦，做歌星啊出唱片，敢真好賺呢！我就先逐日出錢去買新衫，逐日出錢去學跳舞，希望講公司會當看到我真認真。結果，阮公司真係看到我認真伫跳舞。認真伫準備，甲唱歌嘛認真的歹聽，所以我節目我哋公司安尼收起來啊，也毋過無要緊，這個代誌哦，我感覺攏無啥，我決定要來分享一個我這一生當中上界錯誤的決定，迄就是結婚。人講吼，要一個查甫人顧好，一定愛顧好伊的胃。哎呦，這點阮某吼是做啊足好的哦，毋過伊的顧是個人願的顧，安怎講呢？伊買菜真認真，煮食真認真，煮出來料理嘛認真的歹食。一開始吼，我會驚哦，驚到尾啊，我對驚煞變做期待。我期待講伊今日到底當煮到偌歹食。當然啦，阮某從來毋捌我失望過。有一擺啦，我朋友來厝裡食飯啊，伊就講吼，伊要來煮飯互大家食。飯食了了，阮朋友就甲阮某講哦，你千萬毋通閣煮食啊，你要留一口飯。互開餐廳的人，
上重要是吼，爱留一口气，互恁翁啊。我听咧笑到我变过啦，结果我某去到3工，无甲我讲话啦。虽然讲我的巴肚通休3工，我想讲安尼嘛毋是办法啦，总是要想办法。我就主动甲伊讲话，我某甲我讲，为什么我爱甲你讲话？我实在无报啊，我想讲只有甲骗，我讲我真正足介意你食的料理啦，我只有讲无食吼，我规身躯拢无爽快啦。我某听咧喙笑目笑，我看伊随看 YouTube 伫学煮食，我体会一个道理。物件会使后白乱食，话千万唔通后白乱讲。想要一句话要甲各位评审讲，拜托爱互我过关，无这时间我若回去哦，我某个要煮食。多谢大家。哇！哎呦，爱过关啊无回去，爱搁食恁某的料理。我最烦恼了，一定爱过关啦。我比你较烦恼，恁某会看咱的节目无？啊，这无你补时间应该是你煮食。你煮食，哎呦，兄弟照卡无用。对啦，到底今仔日达仔会过关未？来，评审。我是食便当啊！你食便当，叫你叫。你要食啥物？你要食，你甲讲，你甲讲。今日去点。哇！我感觉伊的故事讲了有头有尾。是。咱哦，其他的选手大家听好清楚，因为要来练喙花哦，一定爱呢布局。头前呢故事开始来布局，搁来事件，甲讲话足大条的，到尾啊开奖足好笑的。好，真紧短短啊30秒就有一个笑点。我感觉我今仔日呢看到你，我感觉真欢喜。那你唯一的一个缺点，若要讲要掠你的缺点，就是讲你的台语爱讲话较流利啊咧，较认真的。吼，可以每一句嘿聊聊啊讲。我嘛第一摆甲你学这聊聊啊讲。那是对的，因高用的哦。无，阮厝里我家己房间内底安尼讲。聊聊，所以你甲恁翁讲聊聊来。聊聊来，安尼讲会使。聊聊来就袂生遐紧啊，嘿。安尼较会使哦。哎呦，就是因为我无过关啊，才会生囝。好，恭喜恭喜！我讲一个，我感觉讲达仔吼，做一个物件非常的好，就是伫咧练喙花的时阵写笑的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讲一个物件，讲一个词，讲一个字，会当形容无同的物件。这个时阵就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笑点，就亲像讲你对只讲认真，大家讲认真拍拼，认真做啥物，认真工课，认真歹听，这就是讲一个词会当形容无同的物件。所以讲你伫咧制作这款意料之外的笑点的时阵，这个方式是真好的武器。所以讲，大家应该要学一这款物件。因为讲达仔可能家己拄则顺过讲你家己的台语无遮尔练长，也毋过因为这原因，你会用较简单的方式去表达你讲的物件，所有大家拢会当听有你讲的笑话。所以讲清楚明白，这是你的优点，继续加油。好水哦！我感觉吼，今仔日你过关哦，讲了好歹基础，应该就是讲你主题定了水，就是讲你人生上大的错误就是结婚。你一讲出来时阵，顺哥讲哦，对，这好，这。我看所有的查甫观众拢点头。我看你点头，头遐么点落来呢？什么查甫？阮查某嘛是顶头啊！拜托一下。讲白。好，莫讲。恭喜你，达仔过关啦！花遮多咧。来，第几遍？好，过来后一位选手，哎呦，身高180公分哦，伊出场这个气势先赢一盘，宋哥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叫宋哥，但是唔是因为我真缘投，是因为我结婚了后比阮翁搁较 man。就侪人问我讲，宋哥，我问你的，婚姻是不是爱情的梦？我甲恁讲，唔是，婚姻根本就唔是梦，伊是甲爱情涂墙，安尼补涂，补涂了后，你搁爱跋杯问神明讲，阿嬷。安尼补涂敢有够深无？该家己跋杯。做侪人问我讲，婚姻的心得是啥？我感觉会使安尼讲，结婚证书咧，就敢若亲像手机仔的问号码，蜜月期的时阵叫早鸟方案，5年了后变食甲饱。我毋是惊你比爱情的梦，我是负责梦仔埔的导览员，欢迎报名爱情深度体验。
有笑有目屎，搁送你一个鼎哦，谢谢。送你一个鼎。鼎哦，那个有你的宝贝的杯伫遮。哦，你这不是鼎，你这是电锅呢。电锅。哦，安尼这个蒙阿波的过关的来，评审请投票。孙哥，你是拍车还是拍圆箍？你两个拢有呢。所以是三个车啊。我是感觉讲，拄只道具的使用吼，应该是有必要才来用就好啊。你跋杯的时阵，大家吼就会期待讲，你跋完是发生啥物款的代志？要么讲你跋完，豆豆才转来家己直讲家己的脚本，就想讲，你为什么要跋杯？你家己的节奏，你去互你跋杯这个拍断去啊。所以讲这个时阵，你的道具是无加分，是扣分的。啊，你家己最后搁摕一个真细，迄啥？电锅，电锅，迄伤细啊！这款舞台我这边看无，因为我目睭淡薄仔散光，所以我看无清楚。啊，你若是要摕道具，你就真正摕一个较大的物件，互大家看。啊，要毋过若是讲无法度加分的时阵，其实省落来用演的去把你物件表达出来较好。原来你是真正的白来种，我是白来种，我找讲啊，嘛真正有，嘛真正有。所以今仔日足可惜的三个车啊，但是足有勇气的来参加这个比赛。后一届台语爱卡练凳的时阵，就搁过来过关。过来比赛，不是过关啦。对，比赛。佫有进步的空间啦，加油！谢谢。多谢，还有威迄边哦。拄啊吼，阿达啦吼，因某迄饭煮好啊，你会使去因兜食。我想去恁兜帮你食，我去就好啊，我去。唔过你迄胃肠药我会去炸。我去，铁胃。感谢宋哥，谢谢。选手甲囡仔号名真有才，竟然比伊的脚本更加精彩。若一台乌多摆喷白烟对你边徛过，你安怎？这台一定是东公啊车，一定是二行程的啦。阮囝叫二行程啦。这若讲倒台了吼，伊就是国宝咧。足大声，足大声，有够大声。讲快，袂记你有卖句啦。咱后一位选手哦，伊的姓足特别，姓顾，嘿，欢迎咱的顾新培。哦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二生培。我是一个数学老师，嘛是一个台语老师。但是呢，生囝我就唔是老师啊啦，请囝嘛唔是老师啦。今仔日哦，要来讲请囝是我人生的蒙阿波。我一个大汉的幼稚园的时阵，冤家看到细汉的弟仔，脚甲踢过飞3公尺，我就讲我唔是甲恁讲，恁两个佚佗物啊，就轮流佚佗，啥拢讲袂听啦。大汉的就甲我讲，爸爸，你啥物拢讲爱轮流，啥物拢讲爱轮流，我的功课爱轮流写无啦。我唔免轮流写，我无用啊。你继续拍好啊，我要来讲第二个故事啊。第二个故事呢，就阮细汉的无亲戚时阵，去画100图，我的老母摕上来，我就讲，哦，你甲恁阿母啊画甲像番仔姜遐尼啊险，恁爸就是爱这味的。这个摕叫恁母啊看，一定稳当当的啦。因母啊看了，迄面全部落落来呢。你是安怎把我的面画甲遐尼圆啊？你用啥物画？伊讲圆规啦。我迄日开始，我甲阮兜的圆规全部拢单掉，这就是歹物啊呢，会互阮某爆炸呢。搁煞来，你若讲有一个美少女，像仙弟安尼，对你边行过，你会安怎 ？Oh my god！ 我甲你讲，阮大汉的就叫做Omega， 叫做 Oh my god！ 本来呢，我要合作呢，叫做世界上最美丽的，要叫做2势力啊。
但是吼，伤惨啦，伤惨，阮某讲按他。过来呢，若一台乌多摆喷白烟对你边仔徛过，你安怎？这台一定是东公仔车，一定是二行程的啦。阮囝叫二行程啦。这项倒台了吼，伊就是国宝咧。你讲对唔对？对。第三个，我若搁生囝，我已经想好啊啦。哦。第一个吼，爱安怎？简单明了记会牢啦。第二吼，就是爱做梦嘛想到伊啦。第三呢，爱代表我的请囝的心情啦。我说二啦，有梦最美啦。伊会叫做噩梦，你讲好无？哦，你那边咧创伫恁囝哈？啊，个叫二行程。二行程，我二行程之父啦。咁只咧，今仔日呢，伊的成绩会是噩梦未来，评审有请。原来也三一空啊！你讲来听看卖咧。你是不是就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？你莫甲学啦。就是吼，足大声。足大声，有够大声。讲快。袂记你有卖句啦。哎，讲快。那你要甲恁囝的名号甲足台湾的吼，你号做二韩吉。二韩吉。二韩吉。我是感觉讲吼，因为你的 Q 有较偏台南。哦。嘿，啊，尤其是山线。哦，对对。因为吼，我会晓赞美，你的开口吼，听起来因为迄鹿港的吼，甲我无共款的海线，海风较咸，啊，你迄山线为咧迄个土味、迄个土气，我感觉真好。伊讲伊迄是故乡飘来一个海风，我感觉你这个开，敢若是为山顶吹来，山顶山来风，非常的赞。爱甲这个气味搁甲发挥较好，啊，但是又免安尼激动，哦，啊，尽量用台语来形容。因为你这个华语出现真济，哦，安尼是哦，练台语练嘴花，后摆若伤济华语，会变做这个信号会跳来跳去，哦，迄个分数会较无共款。嘿，我感觉讲你的大声头是一个真赞的特色，哦，也毋过我拄则只有一个点，互我互你一个扣啊，这点我感觉真古锥，就是你讲啊，这就是二行程，然后你豆豆起来讲，阮囝就叫做二行程。这招我感觉真古锥，这是你会当用的，因为平常时大家拢听到啊，你声头真大，安尼讲话安尼足大声，雄雄你用细声，这就是一个疗伤袂到的笑点，就会当用这款方式来表达出来。所以讲期待就是你后壁的笑点卡本会当，用你的特色，啊，佮有家己的故事，你参做伙，会当做出袂歹的卡本，我感觉有机会，所以讲，互你一个口啊。啊，佮有你的名号了真好。迄个皮本上就是二声的喎，二声皮，无唔对。啊是讲哦，恁太太拢安那介绍啊？阮太太吼，讲到这，就真正是二太太啦。第二个啦，我出去拢带二太太，人个心肝头拢切一个。哦，这么姐你是合法的啦，你是有二太太你哦，你是要做立法委员哦？你看你咨询呢？你甲恁某讲话嘛是安尼吗？无啦，较轻声细声。嘿啦，你轻声细声讲，阮拢听。那尽量放较软的啦，嘿。表演大声就好啊啦。啊，恭喜你过关呢！哦，来恭喜恭喜，恭喜哦，谢谢。哎呦，好一位，这个呢，伊今仔日来表演的，伊若是搁敢抬蛇的话，食我就随叫伊出去。伊要来哦，伊今仔日要来哦。嘿，伊若搁抬乌蛇白蛇，若搁摕出来，我随叫伊出去，倒来换咱逆上啊！来喽！就快就快！气势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日雄，我今仔日来去台蛇哦，我退出这个演艺界。水，好，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讲，我完成一件人生的大代志啊！但是哦，我要直接甲大家讲哦，我实在是伤冲动啊啦，我后悔啊！迄件代志就是哦，我后悔买车啦。啊，你拢就是讲，我要讲结婚的代志对无？对。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遐尼简单啦。迄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，饲车比饲某更较困难啦。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呢？最主要就是因为
阮某会看这个节目，一寡代志哦，我无方便讲伤济啦。啊，较早无车的时阵哦，我感觉有车就是自由啦。我会当去海边、去山顶，去买物件、找朋友佚佗。啊，即马我有车了后，我上常常去的所在咧，就是忠孝东路2段迄间加油站。搁无油啊啦，加300就好啊啦。啊，开车上麻烦的一件代志，就是找停车位啦。我对阮兜来到台北市，总共爱1点钟，开车10分钟。找停车位50分钟，啊找到找袂到，转靠运气啦。啊顶摆哦，我伫中山北路捡到一个全色淡涂骹啦，但是哦，我伫中山北路找无一个停车位啦，所以伫台北市哦，找停车位比找到全色更较困难啦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啊买车进前哦，阮哦交阮太太哦去耍的时阵哦，拢会看相片啦，这是哦。板桥的，这是沙尘暴的，这是淡水的。啊，即马哦，阮看的相片是这啦，这是板桥的罚单，这是沙尘暴的罚单，这是淡水的罚单，啊，你爱6000块啦，气死啊！所以哦，我甲你讲，莫买车，多谢大家，我是吉祥。啊，我过一寡时间哦，10秒是无？啊，拄好来台一下蛇，哇，5早6块位，我来别讲，这我的时间都莫甲我阻止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尾啊嘛是搁甲我抬落，无法度有存时间，有存时间就存15秒安尼。啊是讲来就来啊，忙就忙来。哎啦，有过关无？今仔日上有过关无？来，评审请市长。过关啊！最好看呢。谁使你10档啊？上好看就今仔日。较早遐热。啊，你就抬蛇呢啊？是，有准备啦，但是我感觉我小可感动呢。啊？因为哦，我看到顺哥哦帮我试。考啊！因为我感觉顺哥看阮哦是做严格的。做严格。嘿，因为阮以前哦做伙上节目嘿啊。伊会教阮足侪物件，伊嘛会感觉讲吼，咱来拢无进步。无换一好啦。无啦，气味就气味啊，袂使安尼啦。有同意啊。哦，惊一个。严格的师傅。对啊。师傅伊有进步无？其实伊伫咧影界个已经15外年的，即个时间的即个磨练啦，今仔即个表演算无及格。啊？啊，但是最后伊好佳在有台蛇。对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规定拢笑起来。对。因为伊头前的分半钟吼，我连笑都无笑。啊，因这囡仔咯上惊，我咧甲因看，愈看伊愈紧张，所以头仔伊大部分的时间拢咧看别位。啊，但是我感觉今仔日这个气氛真好啦，讲得都真好，讲话哦，迄个啊，但是你的台语哦，内底有足侪句拢迄个音拢唔对，吼，无要紧你。转去看录影，啊嘛慢慢改。今日呢袂歹，我才互你通过。啊，你有进步了，人有生较好看。哎呦，这是这过去10几年来，我感觉你上好看的一届。有去医美啦。哦，你无啦。你这个去医美，我要甲告啊。有去医美啊，结果医生讲无这无效，这无效，伊就倒来啊。讲莫加开钱。伊通拄仔伫后台都有讲伊有加分。有传一个无共款的表演，不是加，不是无共款的，你爱表演吗？这就是讲哦，以前吼我爱看红仔册，啊我爱看迄个红仔册叫火影忍者，哦忍者有无？忍者，嘿，爱有忍术，啊所以我要用一个忍术，啊会喷出火。但是咱遮无法度用火啦，所以大家爱架一个，等下我喷到地，大家爱敢若火来安尼。是安那？我已经有火啊，不敌火啊。不敌火哦。你等者讲到火的时候，不敌火出来。我等者哦。来，准备哦，来。等下我先讲哦，若是无好看，恁就车啊，就出去，你就出去啊哦。安尼我也是卖演好嘛，对，安尼足恐怖的。3。来，等下我先讲哦，若是无好看，恁就车啊，就出去，你就出去啊哦。安尼我也是卖演好嘛，对，安尼足恐怖的。3、2、1，忍术大火救之术。来，拍车啊，拍车啊！来，
请起丁，请起丁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过关了啦！恭喜咱艺术过关啊！会来啊！哎呦，今麦有3位啊呢！哎呦就紧张呢剩1位尔嘿哦。哦来，刷来后继续选唱咧，来自阮中华演前一个机啊变冷冷电电的所在，欢迎咱的蔡佑哲。画牛唱阮是戆大台，互人骗唔知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叫阮老师骗去做戆大台的蔡佑哲啦。啊，大家知影我手这支是啥物无？唔知影。唔知哦，这支哦叫做绳。啊，一般伫古早若是看到我吼，是人结婚的时阵，啊新郎新娘伫洞房闹听走气氛用的啦。啊，毋过因咧去房间内底的时阵，我着袂使对入去啊啦。啊，有一摆哦，迄婚礼咧演奏的时阵，新娘坐伫中间，气氛是真感动。我选了一条分了绝对会扣的歌喉，就是这条啦。啊，这条吼，就是要分甲互新娘的感动甲流目屎，啊，互新娘是心煞是欢心灵心啦，啊，不就是要提醒伊讲吼，搁爱听上阮新娘才对啦，啊，大家享受伫迄歌曲当中，啊，结果后一秒，甲是啊上感动的时阵，雄雄煞变做这条。鸟话，那会变做爱拼才会赢啦！我咧昏倒啊讲，啊原来是我用迄 iPad 吼看谱的时阵，去离着迄目睭现影啦！啊，迄当初我都伤激动去啊，叫迄目睭捏唔着边，啊迄遐去现唔着位啊！啊叫迄摄影师伫边哦，佮翕着我迄拄仔表情无管理好啦，啊喙笨手，当个面歪，目睭擦袂出，敢若眼明神经麻痹啊，连写无阿婆吼，有时阵毋是去用抬落去的呢，是我家己跳落去的啦。哦，以上是咱蔡佑哲的表演，淡薄仔紧张吼，到尾也淡薄仔赶对无？有淡薄仔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啦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你的成绩，今仔日表现了安那？来，评审，请起顶。两个车啊，一个箍啊。阮愈来愈确定，有一个评审是外国人。伊是来做好人。无毋对。你是安那个会因哭啊？我感觉伊爱甲鼓励啦，因为伊25岁尔啦，爱年岁紧紧啊，但是我感觉伊台语的能力袂歹啊，所以这方面是爱鼓励啦，哈。啊，故事方面啊，爱加油啊！对。我感觉伤紧。哦，伤紧嘛！其实你的台语足连长、足顺的，我足欣赏的。要毋过你的台语因为足顺、足连长，所以讲你无伫等所有的观众拢听有你咧讲啥物，你就继续讲。啊，这个情形着你的故事我无法度上车，搁咧想讲顶一段是啥物意思的时阵，你就继续讲啊。所以讲这较食亏。所以我建议哦，你就是讲一个就好啊。你要讲婚礼就讲婚礼，要讲丧礼就做丧礼就好啊，就是较专业。安尼阮较有法度听有你咧讲啥物物件。啊，你的台语真好听，啊，我你讲叫你才华，可能分你去升。我知影迄个就做升，但是我头都唔敢讲，因为我来讲专场原来我一个人讲尔，我遐尼牛我会歹势。免歹势啦，你做牛的啊。迄艺商，你头来可用到一句什么？代志绝对毋是工人所想遐尼简单。你抓炒锅子钱，啊，这个炒我下，你这世人有你家己的物件无？甲你家己的功夫摕出来。为什么？有一台车，啊，佮一个某，迄是伊的。你是形容想到迄美伊，伫咧评审别人的时来评伊哦。哎，歹势，我开始借过啦，哈，借过。走着风台尾。自我练习一下，你的台风啦，各方面啊，拢非常的条件非常赞。好，所以两个车啊，一个衣裤啊，爱去等待区。来，谢谢。
安尼，咱今仔日呢，这位选手呢，拢已经出来表演煞，但是目前为止呢，敢若3位选手呢，各减一位啦，各减一位，所以咱为咱这个等台区呢，3位选一位，最后这位会使过关呢。到底这3位倒一个过关呢？有请咱的评审，甲咱第2现场去选一个，好，来去讨论哦。讨论一个。哎呦，我是感觉讲，因每一个拢有伊的特色，腔口就是上水的故乡来的迄个开口。啊，当然，佫有较真国际性的，这个带真济所在。啊，这个乐器这个我感觉讲，伊爱佫去迄个 tempo 佫定解小扭一下。伤顺啊啦，颠倒讲伤顺，无法度互人了解伊伫讲啥物件。伊就这个物件足紧的，迄个感情无法度连掉的。咱都敢若伊讲的，无法度上车，我无法度上车，你迄风景我都看袂到啊，迄内底空气我闻袂到。安尼，咱两个吼，咱手掂落来。你选伊哦。 3位评审，伊搁倒来到咱的现场啊，马上要为大家宣布，到底这3个谁会过关？虽然因3个拢有耳孔啊，虽然因3个拢有车啊，问题一定存在，但是咧问题出在这个回转盘，迄个车壳甲拍开，看几步，唔知要为倒位开始。好，今仔日要留落来迄个就是。 单水伊我但是听讲迄个，伊讲等下顺哥叫就上无一定哦，因为用顺哥会讲创治哦。即摆宣布我出来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你若无介意，你会使转去无要紧。我就是创治。哎，恭喜水啊！谢谢谢谢。恭喜！来好评，这个理由你甲大家报告一下。 我是感觉讲吼，伫短短的时间以内吼，要互一个人为会晓讲台语，搁会晓讲笑话，这2个是无简单。所以讲，我会选的就是讲台语，啊，搁会当表演，这个人就是陈随意随哥。啊，其他的就是讲，我感觉讲佑杰、甲有这个美如太太吼，2个人可能拢甲这个连水花有淡薄远的距离，所以讲小可练习一下，后边再过来。 恭喜水哥！谢谢。啊，今日玉小过新杯阿达啦！耶！再过来哦，感谢你，感谢大家，后礼拜再相会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，搁来一个艺人啊，搁轻轻松松庆祝啊！义雄啊，你倒去台蛇好无？莫伫遮啊！ 二生皮、恶心皮，吼，伊个看起来吼普通普通，啊，唔知影哪会安尼讲话讲出来吼，哪会遮好笑？我感觉伊吼对我来讲上贵啊。